成排交错的天然原木，上头一个个孔洞接了香菇菌种，等待出菇。上头有遮光网，不让太阳直接曝晒，必要时洒水系统降温。地上铺了塑胶布。你直接接触那个地上就不大好。对，这个木头，毛也会它会吃里面的菌。像目前原住民都没有弄到这个啊。改变管理方式，蒋冬梅的丈夫郭文彪在部落里推了好几年。新竹五峰和平部落早在光复时期就有椴木香菇，一个客家人想改变大家，碰上不少阻力。刚过来的话，很多人排斥他，以为是说来霸占。一方面他们也是排斥他是外地人啊。结果我们就认真的做给他们看啊。椴木香菇如果品质好，价格会比太空包香菇多上1倍。郭文彪成立了产销班，过去部落农民因为不懂得分级包装，在价格上吃亏的情况大大改变。那以前的包装就是这种方式，卖相不好，价格也不好。那现在改为这种精心设计的包装之后啊，价格提升了1倍。哦，懂这样的包装，特别设计过哎。哦，很漂亮的包装，特别设计过。公务员退休的郭文彪慢慢让部落原住民相信，这个客家人是想带动部落共存共荣。他写企划书，争取公部门经费补助，精湛厨艺的原住民妇女设计椴木香菇风味餐，和郭文彪合作。他把这个很多新的观念带入这个原住民社区，因为他客家本身还是跟比较平地人有接触，行销这个部分，把这个观念带入进来。我们在这个地方共同生活啦，然后也从我们把客家的精神带进来，打拼事业的精神带进来，和当地的原住民部落一起来打拼。企图改变部落的客家人，社区营造做了10年，依旧坚持不达目标不放弃的应景精神。上课喽！东江嘅包裝，貼撇實嘅個嘅，東江嘅包裝，貼撇實嘅個嘅。谢谢宗怡老师。